查咱了解现场上新的情形，继续社会事要来关心归台湾第2位爬起哩圣母峰的查甫登山客公营岛转来。今年5月，伊用13天的时间爬2座超过海拔8000公尺的关山，欢喜的人面册分享伊爬起山顶的过程。伊嘛讲到一路下过真侪死体，这句话煞互网友家惊体，讲伊无够尊重死者。伊嘛特别补回，伊讲对爬山的人来讲，爬山看到死体，这是真事上的代志。伊嘛讲伊冒着生命危险。 会当活命已经真无简单。笑容真美人嘛真有精神，一个转来到台湾，亲戚朋友就送伊花款甲伊欢迎。伊是第2009年了后，全台湾第2个爬起哩到圣母峰顶悬的查某的登山家詹娇如。伊用13天的时间，成功爬起哩2座海拔8000公尺以上的山顶，随望人平安回来啊！不过伊分享的文章真易刷也袂刷。 5月底，伊捌伫人面册顶的分享即届爬山的经验，其中一段伊写讲，迄当阵无等到日头出来，路下无看到什么风景，沿路一直下过别人的遗体，引起争议。有网友认为，针对过身的人安尼写干那无啥妥当，真无情。伊嘛伫2号暗时咧人面册发文回应，讲网友实在真奇怪，人都已经过身啊，是要安怎救？若甲迄当阵的情形写出来，佮写8点应对的方式，互网友选，若是你会安怎做？ 回台湾之后，你可能要注意到很多的用词啊，你可能要注意到很多大家的感受。事实上，我们在那个环境的时候，我们的讨论都是很自然而且很直接的。譬如说，今天谁谁谁死了。詹娇如接受访问讲，对爬山的人来讲，路下发现遗体唔是真罕见的代志。伫迄种环境会当保命就真无简单啊！佮敢莫讲要甲人的遗体运落山。为5月到今，已经有11个人死伫圣母峰啊，嘛可以讲爬起哩山尾溜是挑战是梦想，毋过命嘛有可能会无去。伊嘛无想到讲一篇文章会伫网络顶会引起风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